在罢工，劳资双方是各自来出招。有空服员来指控，讲这段时间因飞到外国，中营爱因签无爱罢工的声明书，讲若无收到因的声明书，就无法度通知票务开票，互因回国。中营讲的安尼做，是为着要掌控人力。上新的数字到早起为止，工会是收到2200外空服员交回护照、带保证甲员工证这3宝，要来参加罢工。但是有70个空服员想要把这3宝吐回去，不爱罢工咯。公司却要求他们签立就是不罢工的同意声明书，才愿意安排他们回台。这其实是根本就是侵犯他们的人身自由。空服员工会控诉，至少15名的空服员被逼留伫维也纳甲休斯顿，就是因为因无签这份公司发放的不罢工声明书。中油公司讲，安尼做就是因为要盘点人力。要知道说到底呢，他们是不是要服勤嘛？只是要了解一下我们掌握的人力。但是伫法律上，这份文件敢有效？这个文件基本上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。为什么没有效力？本来劳工就有所谓罢工的权利，所以你要去用一个合约剥夺他原本应有的权利，这抵触到这些法律，本来就会发生无效的结果了。另外，中营主管曾经甲伫维也纳空服员讲，公司无收到这份声明书，就无法度开票，互因回国。安尼做敢有违法？你自己去购买机票，你还是可以回来的。那这可能不构成到刑法的强制罪，可是以这种作为，的确影响到这些空服员他们的罢工权利，他没有办法返回到台湾参与这些罢工活动。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说是违反了一些相关我们劳动基准相关的法律，所以主管机关是有可能对长荣航空公司去做开罚。任何不利于协商的一些言论啊或动作能不能尽量的避免？我们希望朝向营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商的环境啊。劳动部呼吁中营劳资双方努力达成共识，嘛表示目前双方已经释出善意，相信若是会当各退一步，罢工有机会会当提早结束。